动时刻，我们带您到嘉义溪口乡，这里有一条富有童趣的客家老街。虽然才短短的300公尺，但是走进里头，好像走进了爱丽丝梦游仙境。因为乡公所跟学校合作，彩绘了墙面，以玩偶为主角，非常的可爱。走进溪口乡中正路的这条巷子，就像走进爱丽丝的梦游仙境。不过，主角不是爱丽丝，而是国小5年级的小朋友爱溪口。这个叫爱溪口，为什么叫爱溪口呢？因为这是我们要用一种溪口乡小朋友他带着您逛我们溪口乡的134巷这样子。弯弯曲曲的老街也被称为是迷路巷，是溪口人的共同回忆。而为了让代代相传的秘密通道能有新面貌，乡公所以童趣跟童玩为主题，为老街增添色彩。过去我们溪口国小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踢毽子跟打陀螺，甚至还代表台湾出去比赛啦所以我们把这面墙到我们溪口国小的小朋友来彩绘出他心目中的头腕。溪口国小的学生发挥创意，让300公尺的小巷也很有在地特色比如他现在就画我们的产业我们的文化。这里也像居民的后花园，以这面抽屉墙来说，不但有5颜6色的抽屉，居民还自动自发捐出盆栽装点，然后让小朋友感受一下自然的感受。整条巷子由居民共同维护，更有人端出自家花盆玩创意，大家活化闲置空间，也让溪口的客家乡亲大团结。想要打造幸福氛围，街上还能看到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属的特制信箱。如果是卖布的，就用客家花布装点；卖花的有桐花意象。每个信箱都有故事。然后为了把我们街面上的民众的心情表达出来，他们家里面故事表达出来，然后又融入我们辅导课的那种感受了所以我们在家家户户我们都推展出他们自己家里面专属的信箱是什么。溪口客家文化馆也别错过，这里飘着浓浓的客家味，而且里头还有老照片，诉说溪口的故事。第一间的戏院跟电影院以前是非常非常热闹的。溪口有50%客家人，只是扶老化严重，所以客家文化馆常常办活动，让溪口的客家人也能够寻根。五彩缤纷的墙面、独一无二的信箱，还有客家文化馆的点滴，都等着游客一起感受溪口魅力。迷路巷的转角，桐花纷飞的图腾，艳红花布的象征，缤纷了溪口的晨昏。孩子天马行空，捕捉感动时刻。